Hello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咁今次呢，我就講下一個市場上啦比較重要嘅一個小小工具，係關於一啲投資組合嘅表現嘅。咁投資組合嘅表現啦，大家都知㗎，市場上真係非常之多，有好多嘅 plan，有好多嘅唔同嘅基金咁去表現出嚟嘅。咁好多時呢，作為一個投資者啦，或者係一啲散戶啊、投資經理啊，或者一啲財務顧問咧，都會經常會攞翻呢啲咁嘅數據，即係某隻基金嗰個表現價，即係買賣價咁樣，咁會做一啲進一步嘅分析啊，俾自己又好，俾客戶都好啦，都會做一個長遠或者一個下一步嘅部署，係點樣去整合自己嘅投資嘅。咁好似譬如我呢個畫面咁樣，好多唔同嘅投資嘅組合。咁如果每一隻投資組合都有唔同嘅基金嘅組成嘅，咁每一次或者每一日啦，你就會用好多嘅時間去攞呢啲數據翻落嚟，甚至乎可能係會有人為嘅出錯嘅都唔定嘅。咁點樣避免呢件事發生呢？亦都想快速咁樣去一次過攞晒一啲自己想要嘅數據呢。咁呢度呢，今日呢，我就會介紹翻我自己呢個少少工具啦。咁呢度我就寫咗個 program 嘅，就針對呢一個 page 啦，去攞佢每一日嘅數據變化嘅。咁好似譬如咁樣啦，我喺我揀一隻啦，做 compare 翻啦。咁Empower Investment Plan， 跟住我揀其中一隻Morgan 啦，太平洋啦，證券嘅。咁呢度 OK， 我改一改日子啦。咁譬如我揀2025年1月至到2025年嘅1月底啦。OK。咁我哋就會見到啦，由1月2號開始有數據，至到1月28號啦，咁樣。咁我呢邊呢個工具呢，亦都會跟住嗰個選擇啦，去 select 翻呢一個 Empower Investment， 跟住我就揀翻 Morgan 太平洋。咁日期都係啦，25年嘅1月1號。跟住25年嘅1月底啦。OK， 咁撳 fresh。OK， 次序會有變嘅，因為我就會將嗰個日子咧就會最 latest 嗰個排先嘅。咁調翻轉唔緊要啊，我哋呢度睇翻啦。咁買入價係呢個數啦，賣出價亦都係呢個數啦。咁你對比翻幾個日子咧，其實數據係準嘅，咁樣。咁再睇多另一隻啦。今次我哋睇翻呢隻，再揀翻摩根太平洋啦。摩根太平洋，同樣都係呢個日子喺1月份內嘅。咁我呢度又係啦。咁 start over， 重新開始揀。Investment Plus 唔係喺呢個，跟住太平洋1月到1月底。OK， 冇錯 ，fresh。OK， 再睇翻啦，由1月28號睇翻啦。487.29呢個 bid 價，咁賣出價就係487.29咁樣啦。我再睇翻1月2號嗰個啊，碌翻落去啊，1月2號對翻478.43，賣出價係478.43，都冇問題，數據正確嘅。所以咧就
喺呢個 page 裏邊啊，所有嘅投資嘅組合嘅 plan 啊，無論plan 又好分又好咧，所有嘅數據咧都會自動係會收錄晒喺呢一個工具裏邊嘅。咁只要有呢個工具嘅話咧，你就可以隨時去攞翻晒所要嘅嘢啦，唔需要自己抽啦，甚至乎你係可以，因為你做咗篩選啊嘛，有呢啲 record 啊嘛，你可以直接 export 翻個 CSV 出嚟咁樣。咁我就會直接喺度見到晒㗎，咁你就可以方便你做進一步嘅數據分析啊，或者再部署你嘅投資嘅組合啦。咁當然亦都有一個最簡單嘅，我咩都唔使理，我淨係 export all data，將所有過往任何一個投資，任何一個基金，由一開始去到今日呢一刻嘅數據，咁我撳一撳啦，咁啊其實都好快嘅。OK， 出咗嚟啦，咁我開睇睇啦。好啦，你見條巴就應該就唔係應該係好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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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為已經做咗好多年㗎呢啲數據，所以啊就希望啦，呢個工具都可以幫到大家啦。